大家好，時炒飯，我係 Jackie。內塔尼亞胡呢，而家已經完全癲咗噶啦。呢句說話唔係我講噶，係以色列嘅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講嘅。呢位前總理巴拉克呢，係被人稱為以色列第一猛男，因為當年巴拉克扮咗一個長髮嘅美女，潛入咗去巴解組織嘅總部，最後打死咗3名製造慕尼黑慘案嘅巴解兇手。咁佢做完嘢之後呢，就翻屋企瞓覺啦。喺第2日嘅早上，佢老婆醒咗，就睇到床頭咧放住女人嘅衣服，而喺佢身邊嘅丈夫巴拉克仲係未卸妝嘅。呢件慕尼黑慘案就係發生喺1972年。當年德國喺慕尼黑嗰度舉辦奧運會嗰陣時，巴勒斯坦武裝人員就潛入咗去奧運村，屠殺咗11名以色列嘅運動員。呢件歷史嘅事件，如果想知道詳細呢，大家可以喺網上嗰度搜索。喺呢度呢，我就唔多講啦，因為今集唔係講呢個話題。再補充一啲額外嘅資料，呢個巴拉克呢，同愛潑斯坦呢係好 friend 嘅，經常去愛潑斯坦嘅小島，而且有好多次都喺愛潑斯坦屋企咧過夜嘅。總言之，呢個巴拉克呢都唔係好人嚟噶啦。但係佢亦都唔係一個蠢人。點解巴拉克話內塔尼亞胡而家係完全癲咗嘅呢？就係因為以色列喺8月19號空襲咗土耳其同埋敘利亞邊境附近嘅敘利亞阿布杜胡爾空軍基地。以色列咧至少放咗8個炸彈，就破壞咗呢個空軍基地嘅跑道同埋機艙嘅設施。裏面有幾架喺阿薩德時期嘅戰機同埋直升機嘅。而土耳其正在喺呢個空軍基地幫助敘利亞空軍恢復戰鬥力。換句說話嚟講，呢個空軍基地呢，原則上係敘利亞嘅，但係實際上呢，已經係俾土耳其控制咗。巴拉克仲話內塔尼亞胡呢個舉動呢，係魯莽同埋愚蠢，係帶有強烈嘅政治意圖，想喺以色列10月選舉之前製造一啲安全嘅隱患。巴拉克仲話土耳其唔係伊朗，或者係以前阿薩德嘅敘利亞，同土耳其嘅戰略問題係可以通過同美國協調謹慎嘅接觸嚟解決嘅。虎狼中東兩個強國又到咗戰爭嘅邊緣。一個自認為打遍中東無敵手嘅以色列，另外一個咧自認為軍隊實力喺北約僅次於美國嘅土耳其。講嚟都好好笑嘅。曾幾何時，土耳其係以色列喺中東最好嘅朋友。因為以色列國土面積係細啊，咁以色列戰機咧以前都係去到土耳其嗰度進行訓練嘅，但係而家佢哋兩個就反目成仇。喺國際政治之中，最常見嘅改變呢，就唔係敵人變成朋友，而係朋友變成敵人。敵人之間呢，仲有可能保持一啲分寸，但係曾經係朋友，一旦抹面嘅話呢，更加係喜歡互相翻舊賬嘅。以色列喺呢個8月19號空襲咗土耳其控制嘅空軍基地之後呢，咁喺2日之後，即係8月21號，土耳其司法部採取行動，要求國際刑警組織向內塔尼亞胡咧發出呢個紅色通緝令。土耳其點解要咁做啊？就係因為喺上年呢個全球堅韌號救援船隊咧就從土耳其出發，目的就係要向加沙運輸人道主義救援物資。以色列當然就唔客氣啦，喺國際嘅海域對呢個救援船隊咧發動咗襲擊。最後咧逮捕咗呢啲船員，據說仲有啲船員咧係遭受到毆打嘅。咁呢件事咧當然係掀起國際輿論啦，亦都係辣興咗土耳其嘅。咁喺7月14號，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一個法院以種族滅絕嘅罪名對內塔尼亞胡咧簽發咗逮捕令。咁土耳其司法部就根據呢個逮捕令，要求國際刑警咧係頒發呢個紅色通緝令。土耳其司法部長居爾萊克咧就痛批內塔尼亞胡，指控佢犯咗危害人類罪、種族滅絕罪、嚴重剝奪自由罪、蓄意人身攻擊同埋毆打罪、酷刑罪、破壞財產罪、嚴重搶劫罪以及係劫持運輸工具罪。佢仲發誓咧，土耳其絕對係唔允許發生喺加沙嘅罪行係被掩蓋嘅，亦都絕對唔會允許施暴嘅人逍遙法外。土耳其將會堅決動用國內法同埋國際法框架之下一切可以用嘅手段。咁以色列有啲咩反應呢？內塔尼亞胡嘅辦公室即刻作出回應，就痛批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係反猶太主義嘅獨裁者，
以色列嘅聲明警告仲話，埃爾多安呢曾經係屠殺庫爾德人，包庇嗰啲哈馬斯恐怖分子，佔領咗塞浦路斯嘅半壁江山，並且係監禁咗創紀錄數量嘅記者同埋政治異見人士。而家佢又企圖將針對以色列嘅侵略行徑延伸到去敘利亞，咁以色列咧絕對唔會容忍呢種行為。反正咧大家都係喺度打緊嘴炮。喺土耳其嘅口中咧，內塔尼亞胡咧係十惡不赦；喺以色列嘅口中咧，埃爾多安呢個人咧係惡貫滿盈。點解昔日嘅好朋友而家要攞槍對住大家呢？咁好明顯咧，原因有多方面嘅，亦都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喺度咧總結咗有3大原因。第一個原因就係喺埃爾多安執政咗之後，佢就想恢復翻以前奧斯曼帝國嘅雄心壯志。因為土耳其亦都係遜尼派嘅穆斯林，咁所以一直都係堅定咁支持巴勒斯坦係立國嘅。最近呢幾年圍繞住加沙問題，咁土耳其同埋以色列嘅關係就當然係一落千丈啦。第二個主要嘅原因就係喺敘利亞阿薩德落咗台之後，以色列趁機出動，炸毀咗敘利亞幾乎所有嘅重型武器，並且係佔領咗敘利亞嘅戈蘭高地。而土耳其亦都想填補阿薩德政權倒台之後嘅安全真空，就通過控制敘利亞嘅北部建立咗一個安全區，目的就要壓制庫爾德武裝，並且要遣返嗰啲敘利亞難民去到土耳其。第二點就係土耳其想取代伊朗喺敘利亞嘅影響力，目的就係想將敘利亞打造成為一個連接海灣、地中海同埋黑海戰略嘅走廊。咁所以土耳其嘅軍事力量正在大規模咁進入敘利亞，並且係想重新武裝敘利亞。譬如喺8月22號，土耳其向敘利亞境內運送咗200到250架軍車，其中包括20架主戰坦克同埋大量嘅裝甲車，部署喺敘利亞西部同埋南部多個主要嘅區域，亦都係反映咗土耳其從呢個輕型兵力嘅投送轉向一個具備實戰攻防能力嘅重裝駐軍。第二點咧，亦都係令到以色列唔 like 嘅就係土耳其已經係同敘利亞新嘅政府簽署咗軍事合作協議，計劃喺5年之內協助敘利亞軍隊從10萬人擴充到去20萬人，並且要整合大概有130個武裝派別。土耳其唔單止係供應敘利亞新政府嘅無人機同埋裝甲車等硬件，仲派駐佢哋嘅軍事指揮官去到敘利亞監督佢哋嘅指揮，同埋幫助到佢哋嘅軍事改革。而家目前土耳其喺敘利亞西北部維持住超過2萬名嘅軍事同埋安全人員，已經係成為咗敘利亞重建嘅主要力量。咁所以土耳其喺敘利亞軍事影響力亦都係成為咗一方嘅軍事勢力。咁當然係會直接面臨同以色列喺敘利亞軍事對抗啦。第3點就係以色列即將舉行大選，就喺10月份。咁內塔尼亞胡已經聲明自己係將會參加下屆嘅總理大選噶啦。咁喺8月21號，利庫德集團將會選出總理嘅候選人。除非內塔尼亞胡喺黨內選舉之中失敗，否則只要內塔尼亞胡仲係利庫德集團嘅總理候選人，咁喺10月大選嚟臨之前呢，內塔尼亞胡肯定會針對土耳其作為一個政治嘅假想敵，喺度搞啲政治資本去幫助佢選舉成功。呢個亦都係點解以色列喺利庫德集團內部選舉之前就去炸土耳其控制喺敘利亞空軍基地嘅原因。仲有就係大家記唔記得2個禮拜之前，亦即係喺8月7號嘅時候，沙特、土耳其同埋巴基斯坦就共同簽署咗一份麥加聯合防務協議，規定任何一國如果遭受到武裝攻擊嗰陣時咧，就被視為對全體嘅攻擊。表面上呢個協議係針對胡塞武裝或者係胡塞武裝背後嘅伊朗，但係事實上呢，對呢個協議反應最大嘅就係以色列。以色列點解會對呢個協議反應咁大呢？原因係非常之簡單，因為以色列已經睇得出美國嘅軍事已經係衰落啦，咁所以一直要提防住中東伊斯蘭國家喺度玩趁你病攞你命嘅策略。土耳其、沙特同埋巴基斯坦都係遜尼派嘅伊斯蘭國家。咁耶路撒冷呢係伊斯蘭教徒嘅共同聖地，咁以色列一日咁樣佔領住佢，就相當於對全體嘅伊斯蘭教徒嘅一種侮辱。而沙特、土耳其同埋巴基斯坦係伊斯蘭國家裏邊
軍事實力比較強勁嘅幾個國家，咁佢哋點可能一直容忍以色列去霸佔呢個聖地呢？而且佢哋亦都睇到美國縱容以色列喺中東嘅野心，所以呢三個國家嘅聯手一定係想辦法壓制以色列。呢三個國家裏邊，土耳其嘅陸軍實力喺北約咧係排行第二，僅次於美國。而巴基斯坦就有核武器，沙特手入邊咧就有石油美元。嗱，土耳其同埋伊朗雖然接壤，但係兩國咧就並冇領土嘅紛爭，而且兩國有共同嘅敵人，就係庫爾德武裝，亦都係美國同埋以色列支持嘅武裝。嗱，咁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兩國嘅合作嘅動機遠遠係大於衝突嘅。嗱，如果以色列膽敢對黎巴嫩或者加沙動核武，或者唔排除如果美國敢對伊朗動核武嘅話咧，咁巴基斯坦就會敢對以色列動核武噶啦。咁到時中東戰爭就已經失控，咁巴基斯坦喺呢種情況之下，再想做騎牆派咧，都已經係冇可能啦。真係到呢個地步嗰陣時咧，呢三個國家就會聯手打以色列，將美國趕出中東，再去收復呢個伊斯蘭聖城耶路撒冷，呢個先係真正嘅大戰略。咁所以以色列咧，先至會對呢三國聯手，耿耿於懷嘅啫。土耳其喺呢個情況能夠玩蠱惑，以色列亦都能夠玩。內塔尼亞胡知道土耳其係對美國有所顧忌，亦都係等緊美國已經賣咗俾佢哋嘅 F-35戰機，用嚟係對付隨時可能同希臘嘅海上衝突。所以土耳其亦都唔敢喐以色列而家，以免係激嬲美國嘅。咁所以以色列恃住呢個情況，果斷咁樣空襲敘利亞境內嘅土耳其軍事基地。以色列呢個舉動咧，即刻導致咗同土耳其關係嘅緊張。咁美國當然係緊急出嚟撲火啦。根據路透社嘅報道，美國係正在努力建立一個更有效嘅協調機制，以減少以色列、土耳其同埋敘利亞之間嘅衝突。但係美國出嚟做呢種和事佬係冇用嘅，因為首先以色列係唔會聽美國嘅，只有美國係俾以色列咧牽住個鼻子走，而土耳其咧亦都唔會聽美國。譬如土耳其主導嘅包括係埃及、卡塔爾、約旦、阿聯酋、印尼、巴基斯坦同埋沙特等伊斯蘭國家，就發表咗一個聯合嘅聲明，強烈譴責以色列拒絕接受加沙和平嘅計劃。土耳其眼睇住伊朗喺伊斯蘭世界嘅地位與日俱增，但係自己亦都唔想捲入到去中東嘅戰爭，咁只能夠喺背後懟以色列。咁土耳其係手握住兩把刀去懟以色列嘅，一把咧就係巴勒斯坦，另外一把咧就係敘利亞。幫巴勒斯坦咧就係為名，而幫敘利亞咧就係為利。譬如敘利亞新政府朱拉尼上台都已經有年幾啦。朱拉尼咧亦都係古惑仔嚟嘅，對內對外嘅政策都係根據實際嘅情況，趁住各種嘅機會想為自己攞好處。朱拉尼唔單止對外爭取到西方解除對敘利亞嘅制裁，仲攞到歐美嘅援助。咁對內咧已經係肅清咗反政府嘅勢力，將敘利亞嘅糧食自給率咧係從 20% 提高到去 75%。呢個成績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大家要知道喺中國嘅農業展望報告2025年到2034年，喺未來呢10年咧，中國嘅糧食自給率咧亦都只不過有望提高到去 90.5% 嘅啫。咁如果內部穩定咗啦，外部有土耳其甚至係伊朗嘅支持，咁朱拉尼就有可能對準以色列。一邊表面上咧就扮晒嘢，向美國同埋以色列搖尾乞憐，但係另外一邊咧，其實就喺背後趁機去懟以色列，收復翻呢個敘利亞戈蘭高地。咁正正係土耳其睇到朱拉尼係一個政治嘅投機主義者，咁佢哋一邊就可以用巴勒斯坦嘅人權議題去攻擊以色列，另外一邊咧就提供各種嘅武器俾呢個朱拉尼，幫助佢哋收復呢個戈蘭高地。所以其實以色列炸土耳其喺敘利亞軍事基地，實在只不過係一種無奈之舉，可以話係一種勾痕式嘅發洩。咁所以而家中東嘅局勢越嚟越複雜，唔排除更多嘅國家咧會被拖落水嘅。美國以色列對伊朗嘅戰爭目前仲係僵局之中，而美伊停火協議就快到期。美國曾經俾媒體爆出佢哋想對伊朗動用核武器，特朗普亦都喺8月19號宣布會對伊朗發起有史以嚟最具毀滅性嘅經濟行動，並且稱之為經濟版嘅諾曼第登陸。具體嘅措施咧就係要求立即停止伊朗嘅石油走私，
貨幣互換、現金嘅轉移、船隻嘅註冊，以及利用空殼公司等活動，並且係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嘅生命線嘅國家，都將會係面臨嚴重嘅經濟後果。美國財長貝森特就表示，呢個將會係歷史上規模最大同埋協調一致嘅經濟孤立。而貝森特仲向所有美國盟友表示，要佢哋同埋美國一齊推翻呢個伊朗政權，並且係警告話，一係同美國企埋一邊，一係同美國為敵。美國對伊朗呢種經濟嘅攻擊，亦都係變相承認自己喺軍事上冇辦法壓制伊朗，尤其是係冇辦法通過軍事嘅手段去打通霍爾木茲海峽。咁所以美國諗嚟諗去，就只能夠用自己最擅長嘅金融戰同埋經濟戰呢去攻擊伊朗嘅啫。呢個亦都係阿聯酋琴日宣布要斷絕晒同伊朗一切嘅貿易同埋金融往來嘅原因。咁所以大家睇到而家中東幾乎所有嘅國家，沙特、科威特、卡塔爾、阿聯酋、約旦、敘利亞同埋伊拉克等等，都已經係俾美伊戰爭拖落水㗎喇。而土耳其同埋以色列嘅份量更加唔係普通中東國家可以比嘅，因為阿茂都知道美國一定要死撐住以色列。咁如果以色列遭到攻擊，美國一定唔會袖手旁觀嘅。但係土耳其亦都係北約嘅成員國，咁如果佢哋遭受到攻擊嘅話，咁北約係咪要履行共同防禦嘅條約呢？仲有就係土耳其同沙特、巴基斯坦啱啱簽咗呢個共同防禦協議，而家呢個協議都係新鮮滾熱辣。咁以色列已經係發動咗對土耳其控制嘅軍事基地。咁如果情況發展到更加惡劣嘅地步，唔排除沙特同埋巴基斯坦亦都有可能同以色列嘅軍事對抗。好，今集講到呢度，希望大家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多謝收聽，拜拜。